我想要去。我想要去。歹势，我想要去台北车头。歹势，我想要去台北车头。你会使坐客运的去。你会使坐客运的去。请问车站伫倒位？请问车站伫倒位？伫遐。伫遐。多谢你。多谢你。袂啦。袂啦。歹势，我想要去高雄车头。歹势，我想要去高雄车头。歹势，我想要去派出所。歹势，我想要去派出所。请问便所伫倒位？请问便所伫倒位？这敢会使食薰？这敢会使食薰？要安怎行？要安怎行？歹势，请问明理大饭店要安怎行？歹势，请问明理大饭店要安怎行？为遮直直去，我倒边就到啊。为遮直直去，我倒边就到啊。安尼哦，差不多着爱偌久？安尼哦，差不多着爱偌久？差不多10分钟左右。差不多10分钟左右。多谢你。多谢你。袂啦。袂啦。要安怎写？要安怎写？要安怎读？要安怎读？敢袂使请你画一个？敢会使请你画一个？用行的差不多着爱1点钟左右哦。用行的差不多着爱1点钟左右哦。歹势，我嘛毋知。歹势，我嘛毋知。我带你来去。我带你来去。免啦，多谢你。免啦，多谢你。坐巴士。坐巴士。歹势，这班车敢有去台湾大学？歹势，这班车敢有去台湾大学？钱要安怎纳？钱要安怎纳？上车的时阵纳，大人15，学生仔12。上车的时阵纳，大人15，学生仔12。到台湾大学的时阵，请甲我讲一声。到台湾大学的时阵，请甲我讲一声。歹势，要去草山爱坐几号的？歹势，要去草山爱坐几号的？你会使坐260的。你会使坐260的。甲我斗骹手一个。甲我斗骹手一个。我甲护照放无去。我甲护照放无去。这是甲伊借的。这是甲伊借的。扣计程车。扣计程车。请问去9分仔偌济？请问去9分仔偌济？走一逝2:5。走一逝2:5。走一逝2:5。敢会使拜托你开后壁的行李箱？敢会使拜托你开后壁的行李箱？
敢会使拜托你开后壁的行李箱？请你遮停就好，敢会使甲我斗赶行李一下？请你遮停就好，敢会使甲我斗赶行李一下？请帮我叫计程车。请帮我叫计程车。伤贵啦，伤贵啦，请你驶较紧咧。请你驶较紧咧。转来嘛，互你载，算较俗诶啦。转来嘛，互你载，算较俗咧啦。转来嘛，互你载，算较俗咧啦。2+5， 2+5， 3+4， 3+4， 130， 130， 1500， 1500， 16， 16，买火车票，买火车票。歹势，9点半的自强号去家人一张。歹势，9点半的自强号去家人一张。无位啊哦，无位啊哦。安尼哦，后一班自强的敢有位？安尼哦，后一班自强的敢有位？安尼哦，后一班自强的敢有位？后一班也有，后一班也有。安尼就迄班，时间是几点？安尼就迄班，时间是几点9点48， ？9点48。这位敢有人坐？这位敢有人坐？我敢会使坐遮？我敢会使坐遮4点15， ？4点15， 10点半， 10点半， 2点25， 2点25，